盈利好平啊！南非花膠桶特價125蚊一磅，4年新梅陳皮100蚊5磅，韓國遼刺參78蚊一磅，西藏冬蟲草1299一兩，送石盒1磅，發菜買1兩送1兩，美國蝦米29.9兩磅，北韓高麗參799一斤，送金蠔1磅，盈利保證平過團購同超市。地址3850 Shepherd Avenue East， 即 Shepherd 夾 Kennedy Agent Club Mall 近 Walmart 商場內出口處 Unit 420，電話647-261-2823。唔好再送花俾我啦！唔要我就唔應該再留戀我，你唔好再揾我啦。其實都係你阿爸嘅徒弟嚟㗎。我阿爸究竟教你啲乜嘢㗎？吉他。你究竟係邊個？我唔知道，原來18歲嘅阿爸係咁中意笑，而且佢仲好中意熱鬧添。咁究竟阿爸係點樣變到聾咗講唔到嘢嘅呢？閃亮的西瓜，星期六晚上9點5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閃亮的西瓜係由美源染髮劑 One Push 贊助播出。中年好聲音4經過連場海選，130強終於閃耀登場。中年好聲音4，我哋嚟啦！分別由美加澳、新馬及大灣區賽區選拔而出嘅入圍者，實力強橫。而香港賽區嘅參賽者，同樣嚟自5朝4海，實力無限，等待用歌聲燃亮夢想舞台。中年好聲音4，星期日晚上8點35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一位健力士世界紀錄保持者用300萬張香口膠包裝紙，以60年時間編織成37公里嘅長鏈。另外一位華裔廚師以非凡刀藝蒙住眼切食材及切出世界最薄麵包，一日創下9項世界紀錄。兩人喺平凡材料同日常技能上發揮創意同堅持，登上世界之最。星期三晚上6點45分及10點20分，時代雜誌為你報導。